凌霄宝殿武龙宫的玉皇上帝接续大典已经传承数十冬，当地信众对着神威感应深刻，因此每当的天公生拢会返来到庙内诚心接受。咱玉大天尊哦，这个祝福大典哦，这是这个20几冬来啦，哟，咱拢是遵循古礼。当然啦，这百闻不如一见，等的哦，这个咱的媒体顾问哦，蔡芳如哦，讲得相对保守啊，至少3000人以上，因为咱是这个寿桃订3600粒，有当时啊，佫强强无够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到时哦，伫咱的凌霄宝殿哦，这个天公坛啊。一直摆到永大路2段。除此以外，王大明主委也特别提醒，今年发现有不孝人士伫社群网站冒用凌霄宝殿武龙宫的名进行点灯、发财金等诈骗行为，庙方呼吁信众应该亲自到庙来参拜行顺，千万唔通轻信网络谣言，以免受骗。有个不孝分子这个借着咱庙活动趁虚而入哟，我就讲了。上主要，你这个何道长，你无甲我言起，讲哦，要这个消灾解厄，一个人爱800块，点斗阵手爱36000几元，伊无甲我讲。凌霄宝殿武龙宫今年的春节文化季活动，除了有例行的点斗灯、光明灯、文昌灯、财神灯、太岁灯以及行7彩平桥以外，也特别加码跋杯纪念金币。招财玄武金龙、发财金以及跋杯送汽车等活动，请大批乡客参与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